市長蔣萬安今仔早起就發文啦，呼籲立法院拿白去封殺總統府監察委員的提名，引起了關注。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辛碧陽伊就批評啊，蔣萬安對市政的問題完全攏無咧回應，敢若講一寡什麼選總統的議題啊。蔣萬安今仔日也是佇咧南投出席咖啡節的活動，所以辛碧陽嘛在批評啊，伊講哇，你關心其他縣市袂輸的比台北市閣較重要呢。這個是我們今天的模特兒。將新推出的城市球衫，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辛碧陽一改做 model， 甲台北高雄黨部的主委吳派玉黃節親身展示服裝設計巧步。它除了這些科技的元素、山跟海的元素之外，更不要忘記我們有更多的文化底蘊。近期之內呢，其實也開始不斷的在接觸音樂的產業，就是音樂到底應該如何在台北落地生根。辛碧陽偉大的元素講到北市的城市治理，另外一邊台北市長蔣萬安是受到南投縣長柯淑華邀請，落南宣傳巧克力度咖啡節，結果現場就是由民眾熱情歡迎。蔣萬安最近連續到雲林南投，雖然強調是考察，不過甲南洋首長相敬的意思是真明顯。競爭對手辛碧陽嘛來批評。蔣萬安市長每次都說專心市政哦，但是看起來好像他對於其他縣市的關心好像高於台北市哦。透過城市之間的交流，彼此借鑑、彼此學習。蔣萬安若是強調城市交流，攏是為了台北市政，嘛對中央的議題表達關心。一套打着鋪文，甲立院化為封殺總統府提名的新一屆監察委員。我認為應該要廢除監察院，全部否決29位監委名單人選，用這樣的方式先凍結監察院的運作。我們現在問了很多跟市政有關的議題，他基本上都不會出來回啊，但他出來回的都是一些好像在選總統的議題。那我們提出這個修憲委員會之後，結果那個時候是誰不參加？國民黨不參加。台北市長的選舉，哪裡為地方的治理，爭到中央的人事提名是炮火不斷。